花莲高雄乡有6个人失联，搜救队继续咧拼找找。高雄市的搜救队和国军的特战队今仔日撩水入去佛祖街，有找到罹难者。因为这回灾害是较罕咧拄到的南马地救援，这也成做未来搜救队训练的重点。 冒险渡过串流的土水，高雄特搜队员甲国军特战队10多人，用人链的方式结合，并且用手啊运送这个机具，要进入佛祖街热闹的所在来搜查失去联络民众。27下晡伫出来新明厅找到一个罹难者。后续使用圆锹及徒手挖掘，顺利移出大体，进行固定及建立相关浮力之后，使用人链及配合绳索将大体通过急流，送至安全地点。我是用飘的，慢慢飘的方式。 穿这个在铺起来衫的台南特搜队员，继续伫东西区佛祖街找失联民众。伊有现场拢是烂土真松软，因用漂浮的方式入去，用手哪摸哪吹，尽可能找人。我们尝试把泥水舀出来，可是因为范围太大了，当我们舀的时候，旁边的泥水又灌进去了，徒增我们在搜救的一个困难哦。 结束这60点钟任务的屏东特搜队，除了成功救出6岁查囡仔在内的64人，搜救队上了过程，特别强调6个梅烂土坡灾害特殊性是未来加强训练的重点。 离开地的救援，那这也是我们在消防工作中比较减少去遇到的灾害类型。那这也是未来可能我们在消防特搜需要去再加强训练的一部分。不过6岁查囡仔高中讲，到这阵员找无人，甲机关特搜队27再起、再起，拢是6个梅出来底找，无放弃希望。也来根据花莲县灾害应变中心的资料，就以往有6个人失去联络，各县市特搜队也继续伫咧执行任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